終於可以停一停啦。無論你而家着住件咩衫，孭住幾重嘅袋，我哋唔急，我哋先將注意力輕輕咁樣放喺你對眼度，感受下眼皮後面嗰種好攰、好乾嘅感覺。唔需要改變任何嘢，知道佢喺度就得啦。跟住慢慢移上去你嘅眉心，係咪感覺到嗰度有一種鎖實咗嘅力？都冇問題，我哋只係知道佢喺度。再將注意力落返去你條頸，你個膊頭，感覺到嗰種無形嘅重量，好似有一嚿好重好重嘅石頭壓住咗你，辛苦你啦，真係辛苦晒。我哋而家喺一個你願意嘅情況下，輕輕喐下個頭，或者將手袋、背囊放喺隔離個位度，畀個身體換一個最舒服、最唔使用力嘅姿勢。我知道你個身體雖然離開咗公司，但個腦可能仲轉緊，個心好似有嚿嘢壓住咁，好重。因為你知道陣間一開門返到屋企，下半場又要開始，你要做返一個好老公、好老婆、好爸爸或者好媽媽。你要聽屋企人講嘢，要處理小朋友嘅情緒，要搞掂啲家務，你真係好攰，攰到有時去到屋企樓下，或者坐喺架車入邊，唔想落車。你想喺呢個屬於你自己一個嘅車廂入邊，匿多5分鐘。嗰種唔想返去嘅感覺，絕對唔係因為你自私，亦唔係因為你唔錫屋企人。你唔需要為呢一種嘅感覺孭上一絲一毫嘅內疚。你只係一個耗盡咗電池，連講多句嘢都覺得好攰嘅普通人。喺公司做兵、做將軍，返到屋企又要做超級英雄。其實有邊個真係停低摸下你個頭問過你一句：你今日喺外邊攰唔攰？你撐得辛唔辛苦？你將所有嘅委屈都吞晒落肚，就係為咗撐起你頭家。你而家真係好需要一個空間，一個完全屬於你嘅空間。喺呢幾分鐘入邊，我邀請你做你身體嘅指揮官。你嘅身、你嘅心需要呢一片嘅空白，
你重整旗鼓。喺呢度，你唔需要再負任何嘅責任，亦都冇仗要打，你只需要存在。而家我哋慢慢一齊吸一啖氣，感覺呢啲空氣好溫柔咁樣入到你個心口度，撐開咗嗰個壓抑咗好耐嘅位置。呼氣嘅時候，慢慢呼出嚟，想像你心口上面嗰塊經理、員工或者係老闆嘅名牌，慢慢搣落嚟，放低。佢唔係你，你只係着住呢件衫。我哋再嚟一次，吸氣，感受呢份新鮮嘅能量填滿你嘅肺部。呼氣，今次將膊頭上面嗰兩個好重嘅包袱，叫做完美伴侶同埋滿分父母嘅包袱，慢慢放低，放喺隔籬嗰個位度。你冇需要成為任何人心目中嘅完美形象，你只需要做返你自己。而家留意下你嘅膊頭係咪輕咗？你嘅心口係咪闊咗？肩胛骨之間係咪好似又多咗少少嘅空間？試下將呢一種輕盈嘅感覺，好似 copy 一樣，印落你下一次嘅呼吸度。記住佢，呢種輕輕嘅感覺先係真正嘅本質。所有嘅身份都只係你着喺外面嘅衫。喺呢一刻，呢個車廂，呢條路係你全日唯一一個神聖嘅空間。你唔需要再負責賺錢，唔需要教仔，唔需要氹人開心。你只係一個呼吸緊嘅生命，一個有血有肉需要休息嘅靈魂。由得自己喺呢一片空白入邊完全放鬆、沉澱、專注呼吸。好啦，時間差唔多啦，慢慢咁樣感受下你手掌嘅微溫，感受下你嘅腳板貼住地板嗰個感覺。你開始返到嚟呢個當下，陣間當你拎出呢條鎖匙或者撳密碼，準備開門嗰一刻，我希望你可以做一個深呼吸，話畀自己知道，我唔係將公司嘅壓力帶返屋企，我亦都唔係準備去打另一場仗，我只係一個帶住平靜返屋企嘅普通人，準備推開門去見一班我愛嘅人。如果返到去真係好攰，唔好死撐，記住坦白同屋企人講，我今日真係好攰，我需要沖個涼，
靜10分鐘。講呢句話嘅時候，你只係陳述一個事實，唔係提出一個需要被批准嘅請求。你嘅攰係真實㗎。當你講出呢句說話，你唔係推開佢哋，你只係為自己嘅靈魂畫出一個暫時嘅保護區，而你帶住呢份平靜，就係呢一個嘅保護區嘅圍牆。記住，真正嘅愛係容許彼此喺對方面前展現脆弱。先要有能量錫自己，你先有能力去好好咁錫你嘅屋企人。你已經好叻㗎喇，真係撐得好好。準備好就慢慢行出呢個避風塘啦，拍下自己個膊頭，帶住一個洗乾淨咗嘅靈魂行返入屋企。